成日有香港街坊揾我，有冇啲百零萬嘅別墅？今日呢度呢，140萬嘅總價，係咪好似馬爾代夫咁啊？呢個位置呢，你唔好睇佢以為山卡啦，喺呢度呢，翻到去港珠澳大橋都係半個鐘頭嘅時間嘅啫。喺呢度呢，仲有個遊艇碼頭，可以俾你停你台遊艇。你想象一下，喺呢個位置泡住個天然溫泉，睇住你個遊艇，幾咁寫意呢？你唔好睇呢間屋，好大間啊！百零方嘅建築面積嘅咋，設計咧亦都係非常之講究嘅，前後都有花園。前面嘅話咧，可以睇到呢個位置，平時約埋3-5支機喺度做下 BBQ， 非常之舒服。呢度仲有一間房咧，係可以作為客房去使用嘅。呢度總共係可以做4間房嚇，平時帶埋全家人、親戚、朋友全部過嚟度假，有晒 face。呢度講緊140萬嘅總價，有興趣嘅街坊咧可以評論區留言，我發多啲資料俾你。